啊，进门之前先敲门，看看你什么样子。李叔，我从小就没了爸妈，是奶奶把我带大的。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奶奶没把我教好了？哎，老李，西城啊，老李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的，老李这个人脾气不太好，可他一心一意都是为咱们公司好啊。哎，刘叔，你这句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老李去我奶奶那儿告状，是为了这个公司好，那么言下之意，我就是这个公司的害群之马了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这怎么说好？老刘，你什么也别说了。西城啊，今天你是怎么了啊？不好好的待在家里养尊处优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长城电子公司的合作合同是。刚才李叔说我捅的娄子不帮我补 ，OK， 我捅的娄子我自己补。但是我要警告你们，不管你们在公司以后支持常志成还是我，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跟我说，不要搞小动作。全是他奶奶给惯坏的。嘿，我不管，今天我一定要见到你们总裁。先生要见总裁，请您提前预约。预约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干什么？放我！干什么？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看像。不许动我！谁敢碰我？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知道不？你们敢碰我看看？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总裁是谁？竟然跑到这儿来乱攀亲戚！谁不信？我告訴你們，你們總裁是我女婿，賀锦熙是我女兒。你們敢碰我？你們敢碰我，讓你們總裁全被你們拆了！傳聞中，賀錦熙不是出生在書香世家嗎？他這……怎麼回事你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左夫人好。